馮智政 Jackie 上嚟啦，咁佢係香港政策研究所嘅研究員，係嘛？係啊，咁啊今日晚安啦，大家講晚安啦。係啊，咁今日咧就揾佢咧就其實因為佢老細、前老細或者係而家都可能係老細嘅阿沈教授嘅愛徒，咁啊國際關係方面咧，其實咧有啲時候你都會見到佢喺電視裏邊咧都會間唔中會評論一下，證實咗呢行真係幾冇人嘅，即係幾年前又係咁，即係幾年後又係咁樣，咁所以你應該問下就話呢一行幾時先有下一個？唔係啊，我覺得幾好嘅國際關係，一牽涉到即係離不開咧，如果即係揾來揾去，梗係你哋幾位。都係沈教授嘅高足啦，咁都係你哋出嚟評論噶啦。咁譬如今日大家睇新聞都知啦，即係南韓嘅香港嘅領事館呢就有啲異樣，咁呢就傳聞亦都未得到證實啦，就話有一啲北韓嘅脫北者，即係話呢，我哋唔好用叛逃啦，即係唔係逃跑，即係總之呢，就係想投奔南韓嘅一啲北韓嘅人呢，就去咗佢嘅領事館。係咁啊！今日呢件事都即係好得意啊，因為呢個脫北者呢，就唔同我哋以前諗嗰啲脫北者，因為脫北者呢三隻字係無論喺香港電影睇過啦，北韓嘅或者南韓嘅一啲韓國劇都睇過啦，係咪要即係午夜潛逃行過去一個深間先至去到一個即係中國境內？今次呢個呢脫北者呢，有少少唔同，呢個中國呢個唔係中國啦，呢個係北韓嘅脫北者呢，做一個比較好嘅做法，係同香港嘅家長係不謀而合嘅。首先阿仔，我要讀好書啦。跟住你數學成績要好，咁然後呢位數學成績好嘅學生呢，就上咗去喺香港舉辦嘅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咁喺呢個香港比賽期間呢，咁就突然離隊應該有傳突然離隊啦，因為而家真係賽委會都未宣布話有一個人冇人肯認啦，而家亦都唔講邊個啦，總之冇事發生咁樣。但係呢，我哋就見到呢，喺南韓嘅或者叫韓國嘅領事館呢，喺香港嘅駐港領事館呢，出邊已經有一啲即係有持槍嘅便衣警員戒守咗啦。咁呢件事件呢，其實都令到即係香港一個嘩然啦，因為好多年呢，香港係未試過有脫北者嚟到香港嘅。話得明脫北者呢，呢件事呢，有少少唔同，大家都諗住逃跑去其他國家咁做呢個咁樣嘅政治庇護，全世界都有啊。咁但係脫北者有啲咩咁奇怪，有啲咩咁獨特呢？所以今次咧就我都覺得揾啱人噶啦，因為你咧雖然話做香港政策研究，咁但係呢方面咧你都係專家噶啦，唔使謙虛。咁我諗我哋逐步嚟啦。首先即係如果我哋接觸嘅一啲聽聞嘅脫北者，即係話一啲北韓或者叫做應該正確朝鮮嘅難民，或者係佢想逃離呢個國家去第二啲國家嘅人咧，通常所採取嘅路線咧就會喺佢哋中朝嘅邊界，咁就先進入中國嘅境內先嘅。係，又或者咧係透過水路啦，咁一係就有啲咧就好比較 ambitious 嘅，比較有野心嘅，諗住可以游到過去或者揸個艇仔咧就過到去日本。嗰啲難啲，呢個相對難。所以佢哋通常揀嘅路線咧就係先去中國，因為好多時佢哋通常有啲朋友或者已經有啲過咗去嘅親友喺嗰邊，咁就喺中國會逗留嘅時間或者叫匿藏啦，就會比較長嘅，輕則幾個月，長則以年計。咁再經過咧就真係大江南北啦，即係你由東北，你諗下東北嘅省份，再穿越成個中國，去到西南，即係雲南或者係廣西嗰邊，西雙版納嘅交界嗰度，咁咧再嚟多次偷渡，就穿過一啲譬如中越嗰啲咁嘅邊界，就進入去咧就即係中南半島，包括越南或者泰國嘅地方，咁又喺嗰度要踎一段時間，即係匿藏。咁通常呢個目的地呢都會喺東南亞呢都叫終結噶啦，即係起碼泰國柬埔寨都要停一停啦。咁呢一度呢，其實可能啲聽眾都覺得啲奇怪，佢話咦明明即係點解要咁迂迴呢？點解咁迂迴呢？明明爭門天朝大國，點解即係留喺中國都好啊？點解唔留喺中國？呢個中國嗱，如果你用香港年青人呢成日聽到個說話中國係一塊肥豬肉上升緊嘅經濟，你逃到嚟天朝大國，梗係留低係最好噶啦。咁但係呢，好抵死唔抵死，好彩唔好彩都好呢，中國同朝鮮關係非常友好所以呢，佢唔單止呢，即係會好善待你，俾塊肥豬肉你食，甚至乎送埋餐飲、送埋餐車俾你呢，就送翻你去北韓。因為點解呢？因為呢，我睇到根據沈旭暉教授接受訪問，我要引述佢，因為呢個係佢嘅意見。佢話呢，中國政府呢，就視脫北者為經濟難民，就唔係政治難民，所以呢，呢個理由之下呢，就會將佢哋遣返嘅。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政治難民同經濟難民嘅分別喺邊度呢？經濟難民呢，其實係唔受好多即係國際人權法案嘅保障嘅。如果你係政治難民，即係你喺國家國內受到迫害，又或者呢，你係翻到去呢，你會接受酷刑嘅。咁呢個呢，就可以喺國際約章底下呢，因為我哋要保護佢呢，就受尊重佢。咁但係你經濟難民，即係你純粹肚餓就過嚟食飯嘅啫。咁唔係即係你唔係公民權益，你就唔應該喺度有一個即係預期居留嘅做法啦，亦都唔喺度打工啦，甚至乎你唔能夠攞呢度嘅任何社會援助。咁所以經濟
難民咧，嚴格嚟講咧係唔能夠享受到即係當地嘅福利。咁至於中朝友好，大家都會覺得，咦，金將軍係唔會即係點樣迫害你嘅。既然係咁，不如善待你，讓你翻去你嘅國土，翻去你嘅家鄉啦。但係亦都唔係鐵板一塊啦，即係譬如話有一啲脫北者就去到韓國駐北京嘅大使館，即係逗留咗幾年。咁中國政府咧，即係3年之後咧，都俾佢哋即係去咗韓國，即係南韓。咁亦都即係有啲例子，又唔係話一定遣返嘅喎。咁樣，呢一個咧，其實都即係真係睇下你有啲咩做法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脫北者聯盟啦，喺北韓嗰喺南韓嗰個又好，喺香港嗰個都好咧，都係有同一個數字。每年喺中國遣返翻去即係去翻北韓嘅人，又話朝鮮人咧係非常之多。咁而呢一個多嘅情況咧，唔單止牽涉嘅就係嗰位逃離咗朝鮮人民嗰個性命，而甚至乎佢當其時村內啊，甚至乎佢嗰個家人啊、朋友仔啊，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傷害。因為雖然咧，即係大家都知離開國家嘅啫，咁但係咧，你唔係自己單身一人噶嘛。你仲有家眷喺度噶嘛？咁呢啲家眷咧，可能係因為呢件事件底下咧，都會即係受到幾大嘅傷害。咁所以喺香港嘅呢啲組織團體啦，以至到韓國組織團體咧，都係即係齊聲譴責過中國嘅當局好多次，即係可唔可以唔好咁隨便輕易就遣返翻去咧？呢個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嘅。係啊，咁所以咧，基於呢啲咁嘅背景咧，即係一個脫北者咧，其實佢要付出嘅代價都好大，即係唔止生命嘅危險啦，仲有頭先你提到咧，佢屋企人嘅株連，或者係之後佢遭受到呢啲屋企人嘅對待，或者佢甚至禍延，係咪幾代都有可能？呢個係即係大家都知嘅。如果你睇翻即係任何脫北嘅紀錄片咧，你發覺有一條問題咧，好少人問嘅。大家都會問呀，咦喂可能金生啊李生你又嚟咗即係外國啦，咁點解你嚟啊？你嚟做乜嘢啊？想生活如何啊？等等。最後咧有陣時有啲問題咧禁忌嚟，其中一條問佢就係你掛唔掛住屋企人啦？你嘅屋企人即係點樣睇你呢件事啦，同埋你想唔想念你嘅家人？有一次咧，好不幸地咧，即係啲外國電台嘅記者咧，就唔覺意問咗呢條咁樣嘅問題。咁當其時個脫北者咧係當堂喊咗出嚟，崩潰啦，係完全崩潰。因為其實佢都知道咧，佢呢個逃離嘅行為咧，唔單止係背叛咗佢國家嘅，甚至乎係背叛咗佢屋企。因為佢係令到佢家人咧係身受其害。好多時我哋都聽翻喺我哋一本書啊，香港出名嘅一埋就係即係我們最幸福嗰本書都知道，脫北者咧佢係有一定嘅即係可能去咗外國啦，但係喺北韓內部咧亦都會有一啲即係唔好叫監獄嚇，一啲比較勞改又好，比較教育嘅單位都好咧，係俾呢啲脫北者家屬去嘅。就係如果一旦發現你嘅家人脫離咗呢個國家嚇，就甚至乎叛變咗呢個國家咧，佢家人咧要去接受呢啲勞改，接受呢啲懲罰。咁所以你唔好以為咧，即係個脫北者佢承受嘅壓力係純粹係一啲餐風露宿啊，去見到一個行過邊境啊嗰啲咁簡單，甚至乎佢自己嘅道德壓力啊，佢對自己家人嗰個狀態咧，都係一個即係非常大嘅陰影。咁今次咧就即係有脫北者去咗南韓嘅領事館啦，香港南韓領事館啦，咁亦都引起咗一啲咧就即係中國同香港之間嘅一啲外交上嘅誰有呢個權力去處理啊？會唔會香港政府亦都係無權處理呢啲外交嘅事，要交俾中國外交部咧？咁而又加上咧近日你見到咧就係中韓嘅關係咧就轉差，因為咧美國部署嘅薩德導彈咧就部署喺南韓，咁連一啲據聞韓國嘅明星主演嘅電視劇或者電影咧都有機會咧就唔俾上演，甚至咧禁止韓國嘅藝人喺中國大陸嘅演出嘅說法添。咁所以咧而家再加埋呢個中韓關係嘅變化咧，對於今次有脫北者喺香港投奔咗去南韓嘅領事館，究竟之後會點樣處理咧？同埋咧，即係香港政府有冇權力去處理呢件事咧？咁我諗呢樣嘢都係而家咧好多人即係想知道同埋觀望嘅嘢。咁我哋喺廣告翻嚟，我哋繼續。笑傲江湖，光明頂，出入唔只要平安，仲需要保心安。而家時間11:19，氣溫29度，相對濕度77%。保心安追風活絡油，幫你舒筋活絡，驅風除瘀，一搽即鬆，鬆晒。第二程有9折，而家只要用八達通搭港鐵、輕鐵或港鐵巴士，並喺同一日每第二次搭相同嘅交通工具，都可以自動有9折啦！優惠至到10月31號。面對未知環境，脆弱嘅佢更需要你嘅守護。保護雙眼唔使用劍㗎 ，3M 安全太陽眼鏡防 UV 防風防塵，更配上抗撞擊輕巧鏡片，符合美國安全認證，全面保護你嘅雙眼。3M 嘅流線型鏡框設計，加上多種款式，無論揸車定跑步，去到邊都咁 fit 啦。3M 安全太陽眼鏡率先登陸全線中石化 EasyJoy 便利店，全面守護你雙眼。3M， 我哋即將離開地面，跟住落嚟嘅旅程會用高科技帶你去未來。而家啲高科技都唔識用，仲帶我去未來？我要翻屋企啊！
收到，以下即將啟動貼地模式，帶你返去一個容易理解嘅科技世界。導航主持何飛鳳 August， 時間逢星期日下晝2點至3點，貼身科技局，包你用得到。耶！指點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頂。鮑偉聰、馮智政。咁係咪今次嘅係咪算係第一次喺香港回歸之後出現嘅呢啲脫北者進入南韓大使館嘅情形呢？呢個應該真係唔係即係一個脫北者喺香港事件咁簡單啦，甚至乎喺回歸之後呢，學你話齋，真係第一次喺香港境內見到。以前呢，佢哋唔會選擇香港作為地方呢，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咩呢？就係大家回歸之後呢，我哋都同屬一個宗主國呢，係要面對同一命運嘅。大家都唔知道呢，其實佢嚟到香港之後呢，佢有冇機會呢，同喺國內一樣就會如果一旦暴露呢，就會很大機會返北韓。咁所以呢，喺香港呢，我哋都可以話係第一次呢，有呢個脫北者呢尋求政治。因為香港唔係回歸之後啦，即係佢唔係一個理想嘅地方去做呢件事啊嘛。喺呢個即係，我想講回歸之後，其實我哋有好多理想地方唔見咗啦。即係你諗下，即係大家都聽過嘅9·2共識啊，當年都係香港開嘅啫。咁但係呢，自從香港冇咗呢個中立地位之後呢，我哋脫北嘅又唔嚟啦，跟住有啲國際會議又去晒新加坡開啦。所以脫北者點解要取道呢個即係中國嘅西南部進入泰國呢？其實就係因為泰國係容許俾佢哋去選擇去南韓，而南韓又會願意接收佢哋，甚至乎你可以話唔使佢哋選擇去南韓，因為好多即係脫北者呢，佢最終嘅目的地呢，未必係真係韓國嘅，即係佢因為韓國當然你話語文可能好少少啦，咁但係因為你喺南韓又喺北韓中間嘅教育呢，佢哋都未知道南韓係咩情況，甚至乎佢哋未適應到，亦都唔覺得自己可以喺南韓嘅經濟體下可以生存，咁佢哋選擇嗰幾個地方係好多好得意嘅，咁如果喺外國你都可能聽過有呢啲小嘅韓國社區，包括嘅就係除咗美國之外呢，就係泰國啦、柬埔寨啦，咁甚至乎咧喺馬來西亞等等咧都有啲咁嘅小型社區，咁落戶生根都有好多，咁但係即係你話香港係咪第一次回歸之後出現呢？係真係第一次，而且佢亦都好衝擊咗呢。啱啱你喺廣告之前問嗰個問題，其實就係香港政府呢，有冇法例去處理呢一個咁樣嘅脫北者？如果根據基本法呢，國防同外交係應該中央人民政府呢嘅處理同埋權力範圍，咁理論上呢，就呢件事係香港政府係冇 say，即係冇能力去處理嘅。因為咧喺真係嗰個講法就係，我哋如果要講外交咧，咁真係佢嘅意思就係香港唔能夠代表一個即係單位出去同外邊交涉啦。喂，咁但係唔係喎？如果你睇到香港一啲政府網站咧，好得意㗎。香港咧其實冇人上嘅呢個網，有一個政府部門嘅名，呢個網站好出名，叫做禮賓處。咁大家咧都唔知佢做乜嘢嘅。咁而家你可以得閒上下啦。香港禮賓處網站咧係負責管理同埋去疏即係叫疏導啦、排位啦，香港各大領事館啦，同埋登記各大領事嘅職員嘅。咁如果香港喺個基本法底下完全冇外交嘅牽涉在內嘅嘢咧，其實就唔能夠有呢個處嘅存在。咁禮賓處每年喺財政預算案都仲有撥款嘅，咁所以呢件事係的確係一個香港政府嘅行為。咁所以喺基本法底下咧，我哋覺得甚至乎香港唔能夠擁有嘅外交權力咧，只係話佢唔能夠代表一個政治嘅實體同外國去接觸，甚至乎話你唔能夠做一啲簽約談判等等嘅行為。呢一個行為咧就需要由翻即係中國外交部去處理。我明白啊。咁如果我即係用史諾登對比呢件事件，嗰時嘅史諾登都係一個即係俾美國政府通緝嘅人，咁嚟到香港係嘛？咁佢又不至於話要揾個領事館去庇護啦。咁佢有佢嘅人身自由啦。咁同今次嘅脫北者比較，咁佢同埋而家嘅脫北者嘅處境又有咩分別呢？其實兩個處境咧都相當差唔多嘅。個原因係點解呢？因為政府喺一個呢個所謂嘅半外交形式也好啦，又或者呢啲外交支援嘅角色都好呢，佢只能夠做一樣嘢啫，就係如果你行入公家地方，而我揾到你嘅話呢，我就有責任去履行我嘅主權國俾我嘅一啲外交任務。例如話我唔覺意見到斯諾登喺街度行呢，咁我梗係要拉佢翻警署啦，因為畢竟佢入境嘅時候同佢入境嗰個即係資料又好，入境理由不符噶嘛。即係我諗佢入嚟香港境嘅時候，斯諾登唔會寫住尋求政治庇護啦，佢都係旅遊簽證嘅啫。咁你入到去警署嘅時候呢，咁就喺政府單位底下就可以有權，就係由宗主國又好主權國又好呢，就係去同外國交涉，然之後呢就可以進行一個外交嘅行為。咁呢個咁樣嘅斯諾登本人呢，就成為咗個外交嘅中間嘅工具啦。咁但係今次同上次一致嘅地方喺邊度呢？就係佢兩個受嫌疑嘅人士都好呢，都唔係一個警方可以揾到嘅地方。一個呢就係比而家
今次大聲提個名啦，唔好講佢嘅名出嚟啦。總之某一個人嘅私人地方度揾唔到佢嘅，咁所以警方唔能夠接觸佢。某議員嘅私人地方，某議員嘅私人地方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警方接觸唔到佢。嗱，亦都冇強行去接觸佢啦。係啦，咁啊亦都冇揾啲強力部門去做啦。係啊，咁啊總之就見佢唔到，就嚇我睇佢唔到，我睇佢唔到，係大家就冇事發生過。今次咧嗰位學生咧係去咗南韓嘅或者韓國嘅領事館，嗰度係有一個外交嘅權力喺度咧，警方係唔能夠入去入邊執法嘅，所以因此佢又係睇唔到，佢只能夠派人喺出邊駐守，因為如果你出邊打交有人劫舍又好乜嘢都好咧，咁呢個就係香港警方嘅治安範圍。咁但係去到領事館門口入一步咧，就已經唔關佢事啦。咁所以喺兩件情況底下咧，香港有冇權利處理咧？係有嘅。但係無力嘅，始終我哋冇權力部門就係咁解啦。咁都解釋得好清楚，係嘛？不過即係上次咧，阿史諾登咧就自己醒目，就買一張俄羅斯嘅機票，就喺呢個警方我睇你唔到嘅情況之下咧，就上咗飛機，跟住就飛咗去揾阿普京。嗰次就咁叫做咧，就主動地幫香港政府或者警方咧解決咗一個咧都幾複雜嘅問題，係嘛？因為如果唔